新埔红芪若出头，红芪好食，对倒起治。凡说你毋捌听过即句话，毋过你一定爱了解。起治谐音起治，就是代志的原因，物件的源头。红芪当然是为起仔树丛来的。所以，伊的意思是讲，咱人着爱饮水思源头，食果子拜树头，着爱饮水思源，治温保本。安尼，咱市面的红芪，伊的源头又搁伫倒位咧？即个源头，就是新德县的新埔镇。即个所在是好地理，每年9月。红芪采收的时阵，高港风会准时来报道。芪农甲采收的芪仔披伫厝埕，互日头晒，互高港风吹，互因变作甜佮 Q， 特别好食的芪果。因的芪果嘛名声叹规台湾，钱水趁袂完。新埔芪果的行业已经有100多年啊。毋过现代的芪农，毋但有现代种植技术，阁有现代行销的手法，将芪果行业当作当地的文化来经营。每年9月，红芪大出的时阵，就举办芪果文化活动，闹热滚滚，必须得迎马祖咧。互市民欢迎，互芪农落地啊把甜，会使讲红芪若出头，新埔的钱水满家流。这互我想起另外一句流行通台湾的古早话：红芪若出头，罗汉脚啊目屎流。哪会差遐济咧？原来古早时代，长山罗汉脚来台湾找生路，拢是做山工、做牛力、做门岗出汗的工课。到9月、10月，红芪出头的时阵，渐渐进入寒天的季节，市面较无工课，无工就趁无钱，因腹肚会枵，身躯会寒。今年的寒天，毋知倒会过袂？想到这，目屎就暗暗啊流，暗暗啊流。加在时代无共啊，现代观光客来到新埔，看到新埔的红芪出头，颠倒是嘴烂水，一直流，一直流。作者曲文石。